我这波啊，较重的。好走。阿尼万地，头壳对落，心情红衫粉卡地过，可爱小阿尼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不知家翁也背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就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我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梦要创啥呢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将此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君莫白白，阿娘家阿伯全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地？每暗带你来去游野地。风流老阿伯，讲话真实的，回头也做也唔惊歹势。阿娘阿莫讲关话，看恁最近来去下小姐。钱多多呀，有好食无？好食。好食哦！这后摆你若较听我的话咧吼，看你要搁食啥物物啊都有啦。你若对我较好一煞吼，逐工拢要这么济物互我食吼，我就会使考虑看卖，加甲恁大开家啊。有影哟！哎，我甲你讲，你安尼一定是有意思要交阮做好朋友啦吼。看你安怎表现啊！啊，逐工啊买这么济物互我食哦，暂时会使做朋友啦。听看卖，听看卖啊！你看迄人咧讲话，吼，迄个屈势挂爽势啊！你看，无怪得好嘢啦，好野人唔才有这种气质。对啦。呀，钱多多啊，钱多多啊！无够还有呢，食好饱，吼。啊，佮既然是朋友啊，吼，安尼无恁兜的电话对号，你甲我讲，吼。我是安怎都爱甲恁讲。我早就答应了，讲咱若趁着钱吼，咱三个人331，咱要分你一份了。对啊，你电话来甲阮讲啊。真是的哦，我甲恁讲阮兜的电话，就会使趁着钱哦。这真实的，迄电话若好玩，咱若趁到钱了，我毋才会拍电话予你，叫你出来分钱啊。对啦。这领也是假啊！我哪会拢唔知影阮兜的电话遐值钱哦。有啦有啦，你无听人咧讲哟，迄台湾钱用卡目了。你电话若甲阮讲，咱会当趁一条大条咧。那是的。真实的啦，阿叔袂骗你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考虑看卖啦。这个，好啦好啦，甲恁讲啦，我是我3838。我是我3838。嘿啊嘿啊，阮妈妈讲安尼较好记啦，是5453838，就是我是我3838啦。对啦，人这都好野人假38呢，人这电话调工紧的了。迄拢好野人才有才调的啊。你讲真正厉害，吼！你甲看，真正这摊来买的哦，像我食到3地啦。真是啦，你无听人讲，迄好嘢都袂过3台啊，买这摊会当食3台。我甲你讲，你踮遮顾咧，我来敲电话，吼。你去拍电话，我无做你去呢。啊，你若时间你甲开价钱开偌少，我毋知。时间你甲无你即摆讲这啥话啊？啊？啊，你毋当作我甲你共款平比比，遐无行情哟。啊，我。你两个是在讲啥？
真少爷，我是讲哦，你足活泼的，足可爱，惊讲你会学袂走啦。对啦，不会啦，有钱人来哦，我哪会学袂走啦？你若唔相信哦，你甲我拔起来。拔起来，翻来翻汤。阿母啊，我甲你买点心转来，紧来食。阿母啊，来食点心啦。我昨日爱食迄肉鸡米粉吼，我昨日去买啦。有多多的消息啦无？我嘛是咧等呢，我话你免烦恼啦。紧听看卖，有定是多多打电话转来。喂？钱有出来有得来无？我就是钱有准啦。什么代志吼？代志是安尼啦。你有一个囝叫做钱多多是无？有啦，是安怎少？我即摆甲带来伫遐佚佗，你看要安怎才好啊？啥物啊？阮多多你甲带来佚佗哦。哈，你这个嘛咧食。阮厝安尼找伊找到要死，因阿妈是安尼为着伊安尼烦恼到袂食袂困啊你。拜托你叫我带转来啦！你实在有足无意思你喂。对讲是讲安怎？对后要出偌济？我都还未讲到钱呢，讲甲我挂掉。是实在嘞，无讲到钱，你伫遐讲规半步，一日讲啥意思啊？我都甲讲，你敢钱有出呢？伊讲嘿啊，我讲你一个囝伫我遮，你拍算安怎？伊讲啦，伊真生气呢，讲我无意思啦。我是毋是咱囡仔共带出2工啊？讲叫咱咯，爱紧甲带转。伊讲安尼哦？嘿啊，我看哦，囡仔爱紧甲带转才对哦。你实在有够呆呢！人叫你囡仔带转，你就真正甲带转，安尼是要趁啥？无这。什么啦？我实在想拢无。爱做爸母的人，爱囡仔拍无去安尼，真正拢袂关心咯。对对，你看要安怎办较好啊？讲到你实在，这简单的代志安尼做袂成。我发这通电话，明仔载我家己亲身来敲。即摆叫你转来吼，小财主甲顾好调哩较要紧。我要热死！到刚刚阮的物件，甲水拢食了，要安怎？你拢总食完啊？昨仔才出来2工尔呢，咱3工份的物件，我也拢无啥物食着，啥物遐尼紧你就清完啊？我也知，可能等咧大下款啦。好啦，你免搁住咧提上啦。不管讲是枵死也是安怎，一定爱找到着为止啦。行。在，安尼啦，对啦，无吼，你先敲一下电话问看卖，我一定倒单，已经当地找咧纳凉啊咧。纳凉吼，有可能哦。我是讲你讲安尼哪对？而且山头领尾，你是要叫我去倒敲电话？咱做袂落爱山骹人借电话。借电话吼，讲安尼嘛有影。好啦，行啦，我实在真无你的办法。有这有通啊说啦，赞！阿母啊，医生交代讲你着爱食较营养的。妈，卖这边阿嬷食，你莫甲我吵啦。孙仔你爱食，都互因食就好啊。阿母哦，互你啉啦。医生讲你着爱食较营养的，你身体较虚，来互你啉。妈，好啊，莫吵死，吵入去啦，2斤1人食，2斤老母食啦。好啦，我带恁来食2斤啦，我真互恁食，唔袂使吵啊，行。阿母，我来食来。喂，你是钱有春的是？是啦，我钱有存啦，是要啥物代志是？你有一个后生叫做钱多多着？有啦，安怎？我多一摆伫我遮。我多多伫你遐，是伫你遐创啥呢？这你别问啦，你若是要爱多多倒去，我有一个条件。是啥物条件？就爱准备2000。2000？嗨呀，你也无要较早讲啊，拢叫囡仔摕去啊啦。 2手叫囡仔摕去，还有我无？
哎，无啊啦，冰箱拢无啊你。哦，2000放伫冰箱哦。是啊是啊，这真正常的代志嘛。拜托，你搁去冰箱看看，看还搁有啊无啦？免看啦，甲你讲无就是无啊啦。哈，你嘛咧真趣味，啊用阮多多要换2000，甲你拜托的好无？紧甲我带转来啦。啊2000凊彩衫嘛有啊2000，哈。 2000凊彩衫都有哦。哎呦，我知影，你讲我如苍苍，我听拢无。啥物讲要爱2000啦？看，甲咱囡仔同款啦，爱食2000啦。哎呦，美丽啊！阿哥，你转来啊！转来。阿哥，你真忝无吼？忝哦，我甲你对对咧。脚足酸的啦。哎呀，酸哦。做动的啊？你哪会变这样的？我当然大爱补给啊。美丽啊，啊你是有多多的消息啦无？无呢。阿哥啊，啊恁做有无？我，做动的啊？好啊，我看吼，咱过来去钱家看卖咧啦。哦好。小等咧。我这都食饱免啊。不是要互你食的啦，是要叫你早起哦，多多因小弟甲小妹食呀。哦，好个好。嘿啦，紧行啦。哦。咱安尼继续等落，毋是办法嘞，啊！厝里当咧拼真足钱嘞，啊！咱两个拢无消息，迄时到叫厝里的人误会讲咱两个煞叫人绑票。你这个行情，你会叫人绑票？人都毋是咧行唔知路个。是安尼，无你家己看喏，你莫想一下办法啦，安尼毋是办法啦。为安怎啦？你是要带啊？到遮来啊，心肝爱听摊话。我过来敲上电话给因老爸，2000唔摕出来，叫伊摕4000。啊，4000哦！有春的啊！啊，咱多多有消息无？电话啦！我来接。哦。喂，要找啥人啊？我要找钱有春的。哦，钱有春的哦，啊，毋过伊无伫咧呢。啊，你找伊有啥物代志？我是因兜的人啦。你是啥人啊？我，我叫做钱龟经的啦。那安尼，我就甲你讲就好啊咧。嘿啊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袂要紧。我甲你讲哦，多多的即摆伫咧我遮，你若要爱伊转去，就爱摕2000万来互我。2000万哦，啊，若要抵2000万，迄唔较简单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先上多多送转来吼，啊2000万马上就互你，安尼好无？你当做我3岁囡仔哟？啊，我多多若甲你放转去，你2000万敢会摕出来？无你是都要安怎啦？我早就讲过啊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2000万先摕来互我，囡仔马上就放转去。我老实甲你讲啦，若是要抵2000万吼，是绝对无可能的啦。啊，咱这间厝吼，都散到安尼贵公要掠去啊，2000万要倒生啊！这啊无安尼啦，打对折1000万。哈，1000万哦！我甲你讲哦，若无1000万，啥物话都免讲。喂！啊，你甲伊讲你安怎样？我都甲伊讲，咱无2000万哦，
伊讲要拍对折，都爱1000万啦。啊，若无1000万，讲啥物都免讲。哎哟，但即摆看咧是要安怎啦？那边哪有1000万啊？阿公啊，这要安怎？对，我咧甲伊讲电话的时候，有听到迄个竹鸡仔伫咧哭的声哦。安尼我知爱去倒找。老董，行，来找。小等，你敢真是有法度通我找到是？特动啦，阮三个出马呢，一定无问题啦。哦，对，你放心，在遮等阮的好消息。辛苦。哦，我看你这个架势哦，2000万稳妥当的吼，妥当一颗好啦，连1000万都无啦。这本哪有可能啊？你来看这个囡仔，穿插这飘撇，讲话佫这爽势，因兜是好野人呢。迄我嘛知啦。迄伊的名叫做钱多多，因老爸钱有剩呢。迄去用骹大斧落去想就知影，迄因厝的一定是好野人的。迄哪会知影讲我紧，莫生气，叫这个囡仔起来问就知影。对，我去。多多啊，精神啊！哎呀，创啥啦？人就爱过。起来啦，这下有代志要问你啦。来，什么代志啊？这唔免你问啦，这我问较规气啦。多多逍遥，多贵宾。你坦白讲，恁兜到底是有钱还无钱？哎哟，哪有钱啊？阮阿嬷吼破病爱食药啊，阮阿爸吼都搁4月甲阮借钱买药啊，互阮阿嬷食呢。若安尼恁兜无钱，你若唔较早讲咧？你若无问我，而且搁讲吼，我甲恁斗阵就会使趁大钱啊，所以我就是甲恁趁大钱，袂甲我分啊。无理啦！我就甲你讲，叫你掠另外迄个，你就唔好你就讲啥物？皮肤较白咯，穿乌西装咯，讲这个较妥当，但这个后面好看哦。我哪会知？我想伊穿插遮尔啊飘撇啦，相差因兜无钱啊。我这束衫吼是别人在拍的啦，我看足水的，就想要穿出来互人看。啊，谁知影一穿出来，就拄着恁啊！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我这束衫吼是别人在拍的啦，我看足水的，就想要穿出来互人看。啊，谁知影一穿出来，就拄着恁啊！多贵宾，阮两个真正会互你害死啊！哎呦，是安尼啊！咱到底是要安怎啊？当你问我是要问啥啊？我这落手若是我当最后有一个办法，最后一步，还有办法，你著紧讲，什么办法啦？都爱唱口条啊！袂晓斗吵，家晓斗吵，去边仔啦，莫咱吵啦。喂，钱先生哦，恁囝伫咧我遮。阮囝伫你遐，我是有村的某人，你互我拜托一下，阮囝紧带转来还我好唔？哎呦，拜托的是我，唔是你啦。我拜托你1000万花好无？1000万？我免哪有遐济钱啦？你叫我去倒先1000万互你啦？我嘛是无法度的啦。阮着去共签讲付200多万，这主逐工都是要上门来讨钱。哎呦，我拜托你，你当钱我你1000万花好无？拜托咧啊吼！我当钱你，啥物人要当钱我啦？
甲你讲偌济，你无要相信。阮兜吼电话水钱早就过期啊，我等下阁无材料去缴咧。连明仔载菜钱咧倒我都还唔知咧。哈？你生得遐严重哦？无讲无人知啦，讲到到底我就强要目屎啦。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甲你讲偌济，你无要相信。阮兜吼电话水钱早就过期啊，我等下阁无材料去缴咧。连明仔载菜钱咧倒我都还唔知咧。哈？你生得遐严重哦？无讲无人知啦。讲到到底，我就强要目屎啦。哎，假使我若是讲出来吼，我有影比你较惨的哦。我袂骗你，我过2天若无摕钱转去吼，哎哟，代志就足大条的啦。我厝会去用收转去，想到我吼当查甫囝，顾爸顾母顾到这个地步，我心肝是足艰苦的了。也无几期啦，我这3个囡仔吼，互你带走去卖啦。啊，为着你也欠钱啊，我一工到过日，啊，若剩的你才搁找我啦，吼。啊！我3个囡仔要还卖哦？啊？讲安尼哦？是啊，伊都安尼甲我讲啊。哎呦，阿姐，你哪会靠干呢？你也说唔知影叫恁老母甲我讲话，讲到我感动着。讲什么哦？伊厝内面还阁有3个囡仔要还卖啊！可怜可怜，有够可怜，用心计较来设计一个囡仔，希望看是不是你通来赚大钱话。想要到钱多多的家庭环境，比时安甲阿呆搁较浪费。一个囡仔无够，还阁另外有3个囡仔要来拜托因带去卖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但这声代志大条咯，因2个人是要如何来处理呢？敬请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继续来甲阮收看大金箔、大金箔、大金箔串江湖。油门来吹金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讲，是我空，是我痴情又倔强，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。梦中。